歡迎大家又返到嚟 Cheryl 講故仔嘅時間啦。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講一個非常之奇怪嘅現象啦。大家有冇發現呢？最近喺條街度越嚟越難揾到999嘅咖啡呢？尤其咧係以瑞幸啊、Coody 為首，當年殺到全中國都係個位數咖啡。呢一場嘅價格戰打到2026年，到底仲有冇得玩呢？前景究竟係點？今日我就結合最新嘅財報同市場嘅動向，同大家拆解得清清楚楚啦。唔知大家同我一唔一樣啦，總之我朝早咧就好需要有咖啡嘅。不過最近打開咗瑞幸或者 Coody 嘅小程序咧，以前一入到去就會彈一張999嘅優惠券，而家咧佢個優惠券已經去到2級嘅菜單，甚至係直接消失啊！999再唔可以全場任揀，多數咧淨係得翻一啲美式啊，或者係一啲拿鐵啊，又或者一啲比較基礎嘅款式咧，先會有呢個價錢。好多嘅熱門款咧，已經偷偷咁升到12.9啊、13.9啊，連原價咧都偷偷咁加咗1到3蚊噶。雖然咧呢兩大巨頭咧係冇官宣，亦都冇聲明咗任何嘢噶，但係好明顯佢靜雞雞咁收晒價格戰嘅料啊！其實呢一個咧根本就唔係咩偶然嘅情況，而係咧一個計劃咗好耐嘅集體撤退，燒錢燒出嚟嘅繁榮呢，點都係一個泡沫嚟嘅啫。財報有赤字，加盟商又要抗議喎，早就話咗俾我哋聽，9.9啊，真係玩唔落去啦。帶大家翻1-2年前啦，中國喺呢個咖啡茶飲市場呢，簡直係進入咗一個瘋狂嘅模式啊！幾個字可以同大家講，就係唔降價就執笠噶啦。瑞幸同佢嘅對家 Coody 咧，夾硬將呢個咖啡嘅單價釘死喺呢個位數。新茶飲四小龍咧，為咗呢個上市嘅數據咧，蝕住錢都要衝規模啊！但係咧喺商業嘅世界入邊，永遠係最老實噶。財報咧會話俾大家知一切嘅情況。瑞幸嘅利潤率從接近19%直接腰斬跌到個位數，營收越做越大，單杯咧就越賣越平，變成咗咧增收但係唔增利。內說仲慘啊，就係喺2024年咧都蝕咗佢幾個億啊，簡直可以話買一杯蝕一杯啊！我同你計條最實在嘅數啊，一杯 latte 9.9咁計啊。咖啡豆、牛奶或者係佢嘅包裝素材咧，就要3到4蚊啦，剩低6蚊要攤喺個人工啦、水電啦，甚至係一啲平台嘅抽成上邊。以前一日咧要賣500蚊咧，仲有得賺嘅，但係而家咧門店多到飽和晒，單量跌穿底價，9.9蚊嘅呢個單店嘅模式咧，徹底宣布咗失效噶。資本市場咧可以忍受短期嘅虧損，但絕對係忍唔到商業模式嘅崩壞。股價一跌咧，就係最直接嘅懲罰啦。當然啦，遊戲要換玩法，就係要救加盟商，不過要先救品牌啊。上呢就偷偷地咁縮佢嘅優惠啦，品牌亦都偷偷地加價啦，唔係為咗賺多啲啊，係自救啊，更加係救加盟商啊。以前品牌嘅玩法好簡單，低價搶流量，招加盟商賺供應鏈嘅錢，無論屋租、人工定係風險咧，全部抌晒俾加盟商噶。但係9.9呢一把火咧，最終會燒到品牌自己嘅根本啦。尤其係 Coody 啊，全場咧9.9咧真係喊到拆天嘅。喺慢店背後係咩？係加盟商回本無望，開店就係蝕本，轉讓咧又冇渠道喎，補貼咧有門檻，到賬又慢，越拖越少，門店越開越密，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喺過去嘅1年入邊呢，茶飲嘅咖啡行業咧關店超過咗20萬間噶，20萬間啊，老友記，點講咧？就係背後有20萬個投資商咧，佢嘅積蓄咧係化為烏有噶。加盟商一旦崩潰，供應鏈咪崩潰咯，渠道咪散咯，所以頭部嘅品牌咧齊齊加價，就係為咗保住加盟商，保住條命仔啊！喺市場份額同渠道穩定之間，佢哋揀咗保命。嚟到2026年啦，由跑馬圈地變成精耕細作。前幾年資本吹到上天，14億人，如果每人一人一杯就係萬億嘅市場，9.9咧就係呢個攻城略地搶用戶。大家可以睇下，嚟到2026年，市場已經飽和到爆啦。喺寫字樓樓下嘅咖啡店咧，可以話多過便利店啊。喺呢個縣城咧，啲比較細嘅城市咧，甚至係一條街度咧有700間嘅茶飲店，消費者已經價格脫敏，再都唔會為平而去排隊啦。大家開始追求呢個性價比，平嘢真係好難飲噶，3.9蚊都唔一定有人要噶。如果好嘢有質素嘅話咧，15到20一樣有人買噶。咁所以咧，瑞幸而家開始玩嘅呢一個叫做價格歧視。
首先佢會留低一啲999嘅嘢去引流啦，就啱啱提到嘅美式啦或者 latte， 去靠一啲高毛利嘅產品咧去賺一啲有錢人嘅錢。價格戰打唔落去啦，就只可以玩呢個產品創新啦。例如佢推出咗醬香拿鐵啦，推出咗輕乳茶大戰啦，本質就係重建價格嘅妙點。未來嘅決勝咧，絕對唔係邊個更加平噶，係邊個嘅供應鏈更加平，人嘅效率更高，研發更加強噶。瑞幸亦都發表咗佢最新嘅財報，3萬間店啊，但係越做越難賺錢。首先好處嚟講，佢嘅規模的而且確係贏咗一條街啊！全年營收492.88億，門店超過咗3萬間，一年就新開咗8708間，但佢嘅利潤呢，就完全係拉低咗成個底線啊！佢第4季度嘅淨利潤大跌39%，利潤率直接腰斬。其次佢仲係成本殺手。外賣大戰嘅配送費咧暴增94.4%，利潤完全係直接被吞食噶。最後就係佢嘅增長見頂啦，佢嘅同店銷售額咧增速只係定翻1.2%嘅啫，簡直等於係冇噶。所以咧，瑞幸喺2025年咧係一路糾結緊嘅，年頭嘅時候咧就想退出999去保利潤，去到第2季度啦，佢嘅外賣大戰咧又被逼要繼續衝規模啦，佢一邊咧要同 Goodie 啦、星巴克啦、幸運卡咧去搶地盤，一邊咧仲要為呢個重返美股同鋪路噶，簡直可以話係身不由己啊！總結一句，以瑞幸為首嘅999咖啡大戰呢，2026年應該會正式畫上休止符噶啦。行業會從野蠻嘅燒錢時代步入理性嘅價值時代。價格戰嘅停止呢，其實先至係真正嘅商業戰爭嘅開始。邊個留得住客戶，邊個養得起加盟商，邊個先至係最終嘅贏家。話返你哋啊，平時呢仲飲唔飲一啲999嘅咖啡呢？鍾意我哋呢，一定要 subscribe 同埋點讚我哋啊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